就是出产线是你的愿望。海绵宝宝，那就敲敲脚板。你渴了吧？伟丽，这个是用台南凤梨打的金钻多多吗？看起来超好喝的耶！除了金钻多多，我的凤梨绿茶又香又甜，而且刚好有金钻凤梨那种甜蜜蜜的酸酸甜甜的滋味，非常的好喝哦。而且金钻凤梨除了富含叶酸维他命 C 钾离子对于我们爱漂亮的女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A few moments later. 台湾的农民非常厉害，凤梨除了有苹果香气、牛奶香气、桂花香气等品种，还有释迦凤梨，直接剥来就可以吃了。像我一样不会削凤梨的人来说，非常方便哦。台南是台湾种植凤梨的第2大产区，凤梨在夏天可以拿来入菜，包括像是我们的凤梨炒饭、凤梨虾球、夏威夷披萨，被范围非常广呢。那可不是，台南的凤梨香又甜。现在疫情解封啦，很多人都冲国旅，要不然就是冲出国。但是我们的阿哲市长也没闲着哦，他带着我们的关庙凤梨冲到东京，冲到香港，冲到全世界呢！哇，这么厉害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理事长来，我们准备峰会。凤梨心。好来，它的声音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么的脆，对，因为鼓声跟骂声有差，所以鼓声跟肉声，有一首歌，市长来了，现在很多人是好像有人是2组、3组、5组、7组在订，对不对2023台南凤梨红水季婚礼锁得是。好，然后关帝爷凤梨酥赞不赞？赞。6月我们全台湾都在盛今年第2次了，今年是第2次，因为前年、去年也都有那除了凤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台南的农特产品，像等一下又要去你的选区看芒果还有等一下下午又要去看我的兰花还有看这个我们其他许多农特包括文旦，还有包括其他很多好的台南农特产品。部分我们在东兴食品产接触了蛮多的通路商，所以说很多通路商对于台湾的这个包括芒果的果丁、凤梨的果丁那个时候芒果还没上市嘛所以说拿一些冷冻的果丁，他们的印象都非常好。所以说我相信今年应该经过政府的大力行销，还有民间的自主努力，我相信今年的果品的出口应该还会比去年比起来应该还会更好。
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3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桂林公有市场的污水管，因为甲自豪的化粪池接做伙，造成市场恶臭。议员郑嘉欣表示，伊伫现场1分钟就挡袂牢，何况是当地民众已经忍受5冬，所以伫个总集船要求市府爱彻底解决。市府经济发展局的局长也承诺，今年的编列经费来改善，预计明年中旬会当完成。桂林市场四周围水沟，因为这高高土沙加上自豪化粪池，佮甲市场的排水管接做伙，造成恶臭。议员郑嘉欣伫总集船讲，徛1分钟拢挡袂牢，何况已经有5冬，严重影响当地消费环境。议员认为市场厝1冬只清1摆根本无够，要求彻底改善排水工程。对此，市长答应尽速解决。经发局长嘛回应，伫明年编预算，明年中完成。我们的水沟完全不通，规个臭到要死。每次去会勘，甚至戴口罩。我记得上个月才刚又去会勘而已，跟那个陈豪吉处长，还有相关局处，包括公售马路去。我们站在那边不到1分钟的一定臭干，整个市场的周围水沟溢出。你跟他想到，因为那里民众住户所排出来的粪便，所排出来的这些尿液，全部都是接也灌起嘎啷的起掉，是接社会。你觉得这样子是正确的吗？你们今天可不可以答应，一定要迅速在今年年底以前，把我们的这个水沟的工程、排水工程全部要重新规划重做，可以吗？做得到吗？因为目前今年开始无编预算，敢会当我明年编？我今年先将这个问题给找出来。明年编明年就会当完成吗？明年中可以完成吗？来，赶伫明年中来甲完成。一定要完成，拜托。同款当年无解决的，也有台南37区只有2家无消防分队，所以议员郑嘉欣再次伫总集船来请命。会长嘛具体协调警察局，希望甲龙船派出所的副地结合，要求市府编预算增建。对此，市长吴伟铁认为，经销一家，乐观基层会积极筹办。目前的龙崎派出所，它目前是丙级用地，然后占地大概973平方公尺。我们如果可以将龙崎派出所跟这个龙崎分队，结合为一个住所，我相信这样对我们整个新丰区来讲整个地图规划的龙一定就是非常的棒。警消一家能够体现在这边，我们第一是乐观其成，第二个会积极来这个筹办，必要的车库或是必要的空间，我们把它筹办起来，让这个龙崎地方的民众可以在第一时间，如果碰到意外，对啊，我相信不仅记者郭文吉、林英根台南报道。台南市的社会主体目前已经有2155户动工。议员蔡苏秋金伫总集船不满指出，社会主体拢伫溪南，结果溪北拢无，质疑建设南北无公平，要求市府伫现有规划7922户当中，爱适当的分配。并且爱加速加量，互便利户拢有机会带着社会主体。议员蔡苏秋金伫总集船拄来关心西港通往南科重要的宝西桥等交通建设的进度，期待南科就业人口增加效应，用交通带动大北门区的商业发展。接续进一步关心市府配合中央甲主办兴建的社会主体。议员不满现况所建设拢伫溪南，明显南北无平衡，要求重新检讨。现在规划兴建中的社会住宅咱已经达到7922户啊由这条道来看市长你要好好去想一下啦咱这条道的规划兴建中。为什么拢伫咱的西南，咱西北拢无？不公平嘛！南北师傅，伊这条道2155，伊要动工的物件拢是分布伫咱的台南市，你咱西北动做啥？市长，你回答，市长什么原因是拢伫西北？市长拢伫西南，是咱西北拢无？西北嘛，有伫新营嘛有。
阮的大北门区无啊，阮偏远地区无啊，只有新营一处啊。对啊，那个跟议员报告好，那个上次您建议的在家里的那一块哈，我们现在已经有提报给国都中心，他们正在评估中啊。那也跟你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市长很关心西北的建设哈。我上任以后，他就指示我在K8地区哈，去找适当的地点去设置社会住宅。我们今嘛已经评估，大概有两三个地点已经提报给营建署、国都中心。那另外我们自己在新营跟柳营那边也在评估，我们自己市政府还要再盖。未来的包括闸门区跟大北门区接近南科的就业热点的地方，我都会去规划。议员蔡苏秋瑾强调，因应放假直直起，社会主体除了加速兴建，嘛一定要加量做大，不止弱势和边缘户嘛有机会做到社会主体，和台南成为幸福所在。记者阮吉林根台南报道。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3号公布，今年国内第一例本土性天狗热，就是住伫台南市林德40多岁女性。身为南关山议员吴宇环，伫总咨询除了关心天狗热的状况以外，嘛呼吁住户爱清除午后雷阵雨的积水，并且配合市府消毒。目前全台湾45例境外移入的天狗热病例，台南有7例。不过13号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第一件本土天狗热案例是住伫林德的40多岁女性。消息一出，身为南关山议员吴宇环伫总咨询相当关心感染调查现况。对此，市府表示，一定是高规格面对，密切追踪。到现在，我们全台湾有45例的登革热的案例。那其中呢，我们台南市是有7例境外移入了，我们都没有让它扩散。那在今年的大概是上个礼拜6月11号刚好有一位民众，那因为发烧那酸痛这个不舒服，那在成大医院他是确诊的是登革热，那我们就要去查一下他的这个旅游史。那这一位民众呢，因为我们仔细查了，他2个礼拜内是没有没有国外的旅游史，尤其是东南亚的旅游史的。经过 CDC 疾管署跟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判定，它是属于本土。那本土的来源，它可能就是被本土的蚊虫被蚊子叮咬。那被蚊子叮咬，那是谁传给他的？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赶快去做清消。那周边的社区还有周边的人来做检测，那希望不要再发生这个蔓延的现象。那尤其我们要因为最近梅雨期节开始，所以说下大雨，很多雨就有积水容器，会导致这个病媒蚊会继续滋生，这点是对于防治登革热非常不利的状况。面对台南林德出现今年全国第一例本土天狗热，议员除了呼吁住户配合清除助生源，嘛要求市府执行消毒加稽查时，一定要好好甲民众沟通，唔通伤过强硬。稽查的话，我们是建议说，跟民众的互动，请采取良性一点的，不要说那个比较强硬的态度啦。这样子有时候民众唔知讨唔知买会容易发生冲突啦。当然今天他们进来的时候，我也是都让他们进来，那的确也是没有什么我服务处这边没有什么缺失的不过他就说仁德地区因为有案例，所以这个是例行公事。那也在这边也是。赞赏他们这么辛苦啦。那个有时候因为午后雷阵雨居多唔好讲落雨了，甚至落雨中就是去人稽查啦。落雨的期间一定有水嘛应该是说譬如说有检查到有积水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就给他限期1天或者是半天的时间可以去清清然后再来做一个，如果没有改善，我们再来做这个开罚的动作。面对天狗热首例，市府除了配合疾病管制署进一步调查感染源，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已经成立区级的指挥中心，加强个案周遭的助生源清除加防治工作。记者阮吉林根台南报道。台南市秋天二期农作，
硬质的环马因为干旱欠水影响收成，农委会伫3月公告用天然灾害现金补助，台南市政府也用统一标准申请，不过却传出嘉义区有多数的农民也未得补助。立委郭国文13号也伫相关单位协调，农委会副主委陈俊基最后伫会中决议，将用因地制宜的方式来认列，并且重新审查农民的申请。农作物吼是讲伊讲四地四种的啦吼，同款的作物伊无同款的地区吼，伊产量就无同款啦。相信咱各位长官拢知影啦吼，包括咱改农场啊，咱油土的咱遐人拢知影吼。啊，今仔咱政府所定的数据，无因地制宜哦，无因地制宜。农民愈讲愈生气，要求官员莫只是伫咧办公室看数字，爱实地了解农民的辛苦。台南市饲料番马受到干旱欠水影响收成，农委会伫3月公告为天然灾害现金补助，台南市府采统一标准申请，所传出嘉义区多数农民了无补助，因此向立委郭国文申请。台南市政府本来是出自于好意啊，希望呢定出一个相对于农民是好的，但是好中还有更好的这个标准哈。特别啊，嘉义地区这边呢的生产的这个产量哈，远远优过于其他的地区，那以至于呢，相对而言的一致的这个标准，一体适用的标准，没有因地制宜的一种方式。因为是以全台南市的平均作为标准，所以产量比其他地区较好的嘉义就领无补助。也毋过农委会启动灾害补助的时阵，农民拢已经收成无法度勘察。农委会今仔日人下也提出非常大的诚意，来解决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的问题。我们还是确定以乡镇的产量为标准，然后去跟他农民本身的收成的产量做比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能够协助农民哈，能够对他所投入的生产成本有点救助，然后也希望说在下一期做的时候，能够更努力的去经营我们这个玉米。农委会将以因地制宜的方式重新审查农民的申请。立委郭国文强调，天然灾害救助毋是农民主要的目标，会当丰收才是上好的。另外，农委会导致天然灾害救助预算是鼓励农民再生产，同时稳定市场的价格。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6月15号是警察节。台南市政府提前举办警察节庆祝大会，市长黄伟哲也出席颁奖。当时表示，去年动用第2句备金为警察同仁添加真侪设备，就是希望确保因执勤的安全，而且强调警察的身体健康就是城市安全的保障。黄伟哲表示，自今年初警察局长廖宗山上任以来，台南市的警察会当讲是屡破大案，市民拢非常有感，也代表全体市民向南市的警察人员名利、敬友以及警察惯属表达上深刻的敬意甲肯定。另外，有感近期1分叫同仁的憾事，也呼吁警察同仁，不管是伫咧执行勤务期间，也或是非勤务期间，拢要注重家己的身体。廖局长在今年初就职以来，警察同仁将士用命，屡破大案，这一点我相信市民都有同样的感受。警察的辛苦大家看见，警察任务也日益繁重，所以更需要我们市民以及所有的朋友给予关怀跟鼓励。那我们今天其实我听到一个相对比较不幸的消息。也希望呼吁我们警察同仁，不管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或者是非勤务期间，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因此，因为各位的身体能够保持最健康的状态，才是维护市民的这个安全以及城市安全最重要的保证。我们请局长跟郑署长会走面今天爸爸妈妈跟2位女儿都到了现场哦。在警察局庆祝大会顶面。市长黄伟哲也颁奖表扬112年度模范警察奖章，职业员工等3项奖项，总共有109人得奖，肯定因伫治安维护顶面所做的贡献。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5日节将要来到，莅临国小结合实农教育，让学生动手来包粽，耍传统的菜肴，并且由学生家己来彩绘零存，佮体验着上零存的比赛。为伫学校边仔富信大饭店，嘛特别赞助所有食材费用，佮将粽来送予弱势学生。台南市莅临国小为着予学生有一个无同款的5日节，特别结合实农教育，予60名学生亲手包粽，同时为当中学习农产品为生产、处理到烹调的完整过程。今天最主要有分肉粽跟素粽，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孩子或者有些家庭都是有在吃素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同时把素粽跟肉粽同时呈现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品味到最美好的家乡的口味。学校这次包粽所使用的拢是台南在地食材，另外邀请到社区妈妈以及富信大饭店的总铺师来教学生包粽的技巧，在大家齐心努力之下，顺利完成300粒粽。那为了要响应整个学校的一个活动的节气呢，复兴饭店呢这一处也全程去赞助整个粽子的一个食材，并把食材完成之后呢，所有的粽子呢捐赠给我们丽人国小的弱势的一个学童，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氛围。采用的粽叶我们是从关庙那边的竹林里面去把它采回来的，然后再利用我们的在地的菱角、草菇、香菇。还有米豆，还有我们在地台南的米，让我们的孩子能去了解我们的食材是安全，怎么去选择。学校也办理一场路上零存比赛，学生将家己所画的纸板零存以2人1组的方式进行，同心协力到达终点，相当不容易。很考验团队默契，要很需要配合。然后有时候会站不稳，那个时候就快跌倒的感觉。最后学生也体验5日节重头戏徛卵，大家拢感觉非常的神奇。校长表示，伫活动过程当中，会当培养学生学习对食物、农民甲环境的尊重甲感恩，了解实农教育真正的理念。台南市文阳社会采访报道。曾经得到美国格莱美奖、甲美国独立音乐奖列为肯定的实曲吉乐团，甲导演黄仲瑜合作的 MV《异想之门》，今年再度得到国际奖项的肯定，让世界再次看到台湾，也为推广国家之路开创新的里程碑。视觉吉乐团当年推广台湾原创国家文化，发扬国家艺术，日前特别甲导演黄仲瑜合作，以台湾历史故事阿宝王为题材，制作这支《异想之门》MV 作品。这支影片更得到国际奖项的肯定。这一次的音乐影片制作呢，也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协助，让石鼓长期可以在石鼓仁堂文创园区深耕鼓励表演艺术。同时也感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在户外场景高雄乐世界的协助拍摄，在今年度荣获了新加坡狮城影展最佳音乐影片奖，以及美国纽约奥尼罗斯影展的最佳音乐影片奖，还有最佳武打编排奖。同时也入围了最佳配乐的肯定，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也是石鼓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透过这支 MV 作品，让更加多人熟悉石鼓的音乐以及台湾的故事。值得讲的是，导演黄仲瑜也是石鼓资深优秀的团员，因此在作品制作的过程当中，更会当将国家以及专业用在作品当中完美呈现。团长感谢无前无后团队的付出甲努力，是各将持续让台湾文化艺术之美伫世界发扬光大。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